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小 K， 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看到我后背咧下冻度甲鱼的农啥，大家有想到嘛个么？我们从我咧下都是采宜兰人那个农啥个数量是全国提高的哦。当然会用鱼700吨个数图，按用增加个互相安家哦。作为特别个后发展，咧宜兰虽然讲每上西半部受到工业澳洲水个污染，不过呢，就会受到咧种冻度甲鱼个农啥，佢都排放出来个民生澳洲水个污染哦。大大咧个问题显现，其实已经唔系一日两日个事情天的哦。思考到未来台湾农业永续个发展，咧个问题真紧到咧要好好面对改革个时节咧。因为出面台会当讲咧到咧宜兰个染山乡，抽到咧公部门代表，还有应该农民朋友和查询卡，都会向下好好来面对讨论咧张议题，两批许多讨论个现场。开会了！欢迎大家听恁讲到来到出面台会个讨论现场。你俩下呢，系度来到俩庆吊村个三棍姜面挑签哦，找到咧三棍和向下来探讨俩张议题哦。两批为大家绍介，今日咧参加个特别来宾，第一位呢为大家绍介是实践大学建筑设计系的副教授林胜峰，林教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还有现场的乡亲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线上，第二位来宾呢绍介是宜兰农田水利会管理组的组长尤日发，尤组长好。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组长来到现场。第三位来宾呢，绍介是宜兰县政府农业处的副处长康立和康副处长好。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好，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第四位来宾呢，也是副处长，绍介是宜兰县建设处的副处长林国民林副处长好。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时间来宾到你向下来探讨两张议题哦。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深沟村、我们员山乡有很多实际在耕作的农民朋友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关心农地的使用。大家好，大家午安。我们讲到哦，其实宜兰县是国内非常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不过呢，它的农舍数量也是全国居冠最多的哦。看看问题呢，又不是一般的农舍，大部分都是高墙大户的水泥建筑，它分布的范围又广，盖的又多。究竟这些水泥建筑对我们的农业耕作环境会有哪条影响到破坏呢？你都正式讨论之前呢，先透过一段影片来看实际度了宜兰耕种的有30年嘅老农民。佢哋對兩個事情嘅看法。像這我這是佫生出來，這伊佫生出來，生出來，但是這大部分，就是到尾就是做啥做哈密瓜醬，較濟啦。4年前，宜蘭壯圍農民黃國添，土地界耕種範圍之內種哈密瓜，豐富作物嘅當然性，也增加收入。為了要讓哈密瓜能夠更多人能夠享受到哈密瓜的那個甜味跟那個感覺因為哈密瓜好吃啊，那種感覺非常的好所以講我就講這會來從事這個。黃國添種嘅哈密瓜品種同市面上看到嘅無乜嘅相關，一般講係新疆哈密瓜。目前種嘅技術以及無乜嘅問題，只係天時因素本期較上路徑。因為宜蘭氣候條件跟別的縣市不一樣嘛，它是時常下雨，尤其是在那個立夏的時候。能講立夏的時候，如果立夏那一天下雨的話，像今年的立夏那一天下雨，梅雨就特別的旺。看天氣盤係黃國添32年來必須要面對嘅環境考驗。後生時從外莊到台北做建築，幾年了後，佢決定將故鄉做細漢時節就當熟悉嘅農業。我騎了一台摩托車。然後戴一個口罩，口罩戴下去的話，2個鼻孔那個地方，呼吸那個地方整個都是黑掉了。我心裡在想說，台北市不是我居住的地方。故鄉嘅好山好水，本黃國添將故鄉做農，當然也介意宜蘭安尼嘅好環境。尤其係到2006年雪山防控開通了後，外地人來這片買農地起農舍，變做兩億撇種，甚至開民宿大量嘅出現。不過，屬土增加按家嘅非農用農舍數量，同冇相關配套管理之下，先前要面對嘅係環境破壞。所要的灌溉水，
那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截流水嘛。从大沟渠里面截流到小沟渠里面，那这一些水是从哪个地方？也是从家庭废水截流下来的，上流在排放废水，下游也在排放废水，当然对整个环境的破坏会很大。农体无农用，农舍也无农用，宜兰嘅经济农体当初渐渐消失当中，农业发展嘅效率得在思考。盖的话，那整个它等一下把围墙都用起来嘛，那里面也没有种什么，也没有种植什么，就是把它当成公园一样啊，那个土地的流失是更快的。你下发展嘅万金线，爱天然嘅农村梦，买卖土地嘅利益，得到因素所产生嘅农体非农用现象，係宜兰呢几年农体发展所必须面对嘅问题，因为呢牵涉到生态、环境、粮食、土地正义两条面向，希望各个经验来让平壤更有安好的环境，蔓延时代保证。宜兰富兄安将哦，呛有儿，很多人对宜兰印象就感觉到有很多的房子，到底他现在所在土地上的农舍有多少？我们来看一份数据，让大家了解哦。宜兰县的农舍数量是全台之冠，近年来全台新建总共大概6300多户的这个农舍之中，宜兰就占了2/3强哦，总共有4000多栋。那这4000多栋高墙大户的水泥建筑，不单单只是建筑的量体而已，使用这个农舍所造成的这个民生废污水又要排到哪里去呢？它的量又有多少呢？我们再来继续关心宜兰县历年农舍同意搭排，这个搭排的意思哦，其实我们可以简单这么定义啦，就是新盖的农舍，他们的家庭废污水搭便车，搭农田水利会的这些灌排水的这些沟渠，把这些家庭废污水排出去。那我们看到，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它的这个盖农舍的数量也没有断过哦。从这个2006年，其实那一年就是雪隧通车的时候，因为才10几分钟就可以从台北到得了宜兰，等于是台北真正的后花园实现了哈。所以你看，从616栋，平均每年都以700栋的农舍这样子的数字在成长的哈。那到2013年，去年还有将近700栋。那2014年呢？2015年呢？是不是还要几百栋的再盖下去呢？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张数据哦。我们以102年宜兰县的这个数据为例哦，各乡镇同意农舍搭排数，我们看到好多，包括三星、罗东、宜兰、圆山都有好几栋哈，有的都破百。当然，三星、罗东面积比较大，所以它的农舍数量也比较多。我们关心好奇的是，每年都有将近700栋的农舍在宜兰这一块地方成长。其实照统计哦，从农发条例过了之后，这个农地变更为非农地使用，平均每5年。就可以吃掉一整个宜兰县这样大的面积的可耕地农地，请问台湾有多大，能够这样继续消耗下去吗？第一个问题，我先请教我们林老师。老师，你过去在宜兰县政府当了几十年的这个县政顾问，对宜兰的这个环境很了解。你有设想过，原来在10几年前农发条例开放之后，这么多人来这边盖农舍，因为它的取得门槛很低嘛，农发条例没有人身份的限制，持有的成本也很低，农地又不用缴地价税，所以如果是可以用那么便宜的钱买到农地来盖农舍，有谁会乖乖的花钱去买建地？你有想象过，原来10几年后会腐烂成这个严重的程度？这是你当时想象过的吗？我们当年有进行过一个宜兰的总体规划。在总体规划当时就有很清楚的永久农地的概念。是。但是当时呢，我们的规划的团队包括台大城乡所，包括宜兰县政府，还有新加坡团队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说，依据台湾的法令，那么农舍是可以盖的。是可以盖的。那我们当时心中有疑虑。但是没有想到，在雪隧通车之后，整个新建的速度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啊，超乎你的预期的哈，速度快很多啊。那这整个包括就是说交通的便利啊，宜兰经过宜兰县政府多年的建设以后，公共设施景观又非常的好啊，但是它就产生了很大一个扭曲。应该农用的农地呢，其实。就被看成是低密度的住宅区了，它其实变成别墅区了。那这个扭曲是很严重的。我想
我想我们应该试着赶快来面对这个问题，要加以解决。农舍已经变成了实际住宅商品的替代品了。老师，你觉得到今年2014年已算是一个饱和了吗？还是来年还会继续再盖下去？我看不出说是有特别的理由说它会整个慢下来啊。真的哈，还会再继续增长。我想它会缓慢的继续再增加。这是不是一个值得隐忧的这个现况呢？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副处长，这个盖农舍好像一列失控的火车，继续的往前冲，目前还没有看它要慢下来的迹象。请问我们现在宜兰的农舍这么多，4000多栋，对我们现在这样10几年来，直接对我们的耕地或农业环境造成直接利剑的影响是什么？农业处这边有把握到、有了解到吗？宜兰基本上因为农舍盖了以后，当然农地的面积是真正做农业生产的面积已经减少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那第二个，当然它整个如果说你农舍，它如果单纯的做居住使用，那我觉得那个旁边如果是过个田园的生活，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去接受。但是现在有些农舍，它是把它拿来做餐厅，拿来做民宿，拿来去做工厂，像这一些的部分，那基本上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也会非常的忧心，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只要一看到了这个，现在都是会做依法令来做一个区居要法的处理，这样子是。还会检核，还会稽查。那我请问，比如说我们以10栋新盖的农舍来讲，大概几成是在地人真正要农耕使用做生产基地，又有几成是外地人来这边做民宿或者是就是假日休闲的别墅使用，你知道吗？去年7月1号，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有修正哈，那。中央其实在整个的法令里面，它应该要去严格的去限定那个农民的一个资格这个部分里面。那现在如果说从北部或是我们本地人盖的房子，我想这个比例我们没有确实掌握到这样的数据，但是我们已经为了这件事情，现在在定那个农业用地的那个查报农舍的查报取缔要点，那这个部分里面，未来我们可以依照这样的一个查报取缔，去把数字建立起来。对，把这样的一个机制里面，我们这个逐步把它建立，然后可以去在每一个区块里面，我们去抽查，可以把一定的比例去增强，这样。到底农舍在宜兰的现场盖了这么多，对我们重要的国内的生产基地，这个宜兰县的土地来讲，又造成什么直接的影响跟破坏？我相信在场的都是实际耕作的人，你们心中点点滴滴心路路程是最清楚的。现在开放部分、显充部分、黑你改用进朋友的反映，我们提出你们实际的观察吧，这位先生。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在这里从事水稻的耕作已经超过10年。那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当然我太太她就是这个村子的人，那也非常幸运这里是水源地，所以我们这里的路名都非常清楚，像思源路、水源路，那这些都在我们这一带。那可是这10年耕作下来，其实刚开始吸引我们到这里来耕作的好山好水，可是到后来也变成是吸引，确实像刚才您说的，很多想要盖农舍住别墅朋友的一个居住的空间。那结果就会变成是，慢慢的农田一块一块的就可能就变卖出去，然后开始变成农舍。那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1、2年才会过来，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消费者的朋友。对。那我觉得他们有些时候讲的一些玩笑话，对我们来说是点滴在心头。他说：“哎呦，一阵子没有来，你家在哪里？我都找不到嘞。你后面又变了一个房子，后面又变。”本来是农田当中自己的一个农家，后来慢慢变成是一个别墅区当中的一个矮房子。我觉得那种心情其实有一点点尴尬，也有一点沉重。那你自己的耕地会受到这个有影响缩减吗？其实我们自己耕作的田地有一些也陆陆续续会出售，所以我有一点点像是游牧民族这样。对，我觉得也有一点点压力啦。所以你跟地主租田，可地主如果看到利润好想卖，也就脱手了，就没有田可耕。对，这个我们是没有任何权利去智慧的。好，我们谢谢。他讲的话就是真的很遗憾，而且感觉到这个状况有一点快无法收拾。我们把机会再给其他乡亲朋友。好，你好。有在关切生态保育议题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宜兰是北台湾的水鸟天堂，那所以拥有非常就是多样性的鸟类资源。那对我们就是在维护生态或是关心生态的朋友来讲的话，那我们看到宜兰的水鸟的栖地被农舍这样的破坏是非常的忧心的。那除了农舍的盖下去，就是直接减少了水鸟的栖息地之外，
那许多种类的鸟类，它们需要非常广阔的栖息地。那因此，一栋民宿或一栋农舍这样盖下去，它影响的不只是那一小小块的面积，它还造成周边的农地都不再被鸟类所栖息。对，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严重。所以你们如果真的平常要在有空的时间去观察这些野鸟，机会并不容易哦。现在越来越少了嘛，哈。对，现在鸟类越来越少。那我们在实际上对宜兰的水鸟的观察中，也有发现到，像是在礁溪的温底这个地区，过去它就是有水鸟天堂的美称，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有非常大量的废弃渔温跟一些因为二级稻作所以休耕的农田，那这个形成的广大湿地其实是水鸟非常喜欢的。那大家知道就是七股那边有黑面琵鹭嘛，那其实宜兰也有，只是大家比较不清楚而已。过去每一年都会有10几只黑面琵鹭来到温底来栖息，可是就在雪隧通车之后，就是在温底温底大片的湿地中间盖了5栋农舍，然后从此之后，黑面琵鹭就不再稳定的过来了。是，好，感谢这位小姐提出，其实生物的栖地受到破坏，那接着下一步就是人，接着下一步就是粮食，那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好，还有乡亲朋友吗？这位阿伯。就是讲咱这个农舍愈去愈济，咱宜兰方面这个水大部分是用咱的涌泉的，涌泉水来灌溉用的。咱这涌泉水灌溉用的咱若是种有机的这个农区的你灌溉过后壁，搁在500公尺后会使搁捡起来咱个农田，搁再灌溉。这是咱涌泉的资源。即摆咱这个农舍一起伫坐起来，搁再无这个废水的处理沟，拢是排伫咱的农地灌溉排水沟落，变成这个农舍这个废水煞变讲咱这个甲咱农田排水的煞混合做伙，你种后壁人袂当搁再用。是。这就是浪费咱的这个涌泉这个资源啦。是讲恐惊若愈来愈济时会变成讲咱这个废水煞袂当讲咱农田灌溉。好，非常感谢这位阿伯哈。这个家庭废污水排入农田灌溉区的这个问题是肯定要立刻解决的。我先把问题请教我们农田水利会。事实上，我们宜兰农田水利会在去年做了一件很多农民都要鼓掌叫好的事情，那时候就是暂时停止搭排的申请哦。所以呢，就是要必须先经过水质检测之后，我们才来考虑，就是要从严来审核，是不是能够让新盖的农户这么容易的把他们的家庭废污水排到我们的灌溉沟渠里面。不过显然受到一些压力，但是我们知道，去年这样选举，那现在我们的会长连任，等于是说另外一种的成功。我们现在在今年度开始，我们是不是在这一块上面再去继续做严加把关的动作？我们有比较积极的做法吗？在今年？这个部分应该是有了哈，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我们水利会的原则哈，就是说，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既定的政策，然后把水道里面的水检测，然后公布给乡亲知道，说宜兰县的水到底现在这么多农舍、这么多建物产生以后，到底对灌溉用水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哈？是。那水利会当然把这些检测的数据公布以后，让我们县民甚至国民了解到宜兰县目前生产的农作还是比较安全的。是，不过如果说新的农户我都还没有盖好，我还没开始使用，我没有产生家庭废污水你怎么检测？那我们是分成2阶段，第一阶段说你申请人来申请，我们先审核你是不是排到排水沟，要提出一个排水计划。对，然后我们就先核发一个临时搭排证给他。是，等到你有拿到使用执照，是你已经有居住的事实以后，1至3个月内，我们水利会同所有权人去采水来检验，看你的水排出的水是不是有符合灌溉用水标准。那如果不合乎的话，我们就劝导叫他改进。那如果再不改进，我们就询问给宜兰县政府，这部分可能要就不能盖喽。对对，以后就这个部分可能要请他彻底，要不然就使用执照的部分要怎么来管控这样。那我也请教一下我们建设处的副处长哈，副处长，其实搭配我们像水利会，他现在先做的一个基本在技术上做把关的动作哈，让这个废污水排入农田灌溉区的这种情况是能够减缓不要再这么严重。那我们县政府当然也要在公权力上硬起来啦哈。听说其实我们农舍如果真的要盖，过去我们可能有一套方法要设计出来怎么样去溯及既往。那从今往后呢，新盖的农户是不是我
我们能够从技术上要求它，如果你要享受这样子一个田园美景，消费这样子的一个好的环境，是不是使用者付费？你自己要有一个所谓基本上的废水的处理设施。你既然有钱可以买地盖农舍，你难道没有钱可以做基本的水设施吗？这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规范跟做法？在去年其实我们也奠定了所谓的宜兰县农业用地新建农舍设置2次净化的这个处理设施的一个自治条例，而且也送到这个议会来做审议了哈。那当然现在还在努力当中，还没有通过审议。那这个整个的条例呢，基本上是希望从源头来做管理哈，就是说从农舍它的使用生活污水，怎么样让它在排放的标准可以达到尽量达到这个灌溉的这个水质哈。那所以我们除了原来的污水的这个处理设施之外哈，那我们要求它要做2次净化设施。在自宅里面吗？对，在自宅里面要做这个2次净化设施。这是很高阶的一个净化设施，很难吗？还是？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生态的一个方式，它是一种运用生态的方式的一个净化设施。那我们要求依照这个成大的建研所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料，那我们要求它要设置有7日的污水处理量的这个整个的量。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先经过污水处理之后，再经过2次净化设施，然后再经过我们的除洪的一个空间，最后再排到我们的这个灌溉的就是排水沟渠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从源头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管制。是个好方，可是为什么会卡在议会？有什么困难障碍吗？现在当然这个在障碍上大概有争议上大概有2个，一个是针对这个2次净化设施它。就是因为它要使用的土地比较大，那可不可以运用这个10%以外的这个可建筑用地以外的地方来设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哈？那最大的课题应该是在这一个。那至于水质的改善的部分，依照相关的研究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水质。那我请教一下，其实我们国人平均每个人的居住面积大概13坪左右，你4口到6口之家，顶多50坪、70坪，可是现在农舍都100坪以上，难道这样的面积还不够他去做一些净化设施吗？为什么还要再另外吃到其他的地？所以造成好像门槛垫高，大家不愿意做啊。因为那个净化设施的部分它是属于比较是生态的部分，它是一个直接可以，就是它不是建筑物的部分那可以盖的那个10%依在现在的经验，它都把它盖在变成是农舍自己本身的部分所以如果还要再要求在这个10%里面做这个净化设施，可能反弹又更大了，可能这个在这个地方现在可能依照我们计算的量要求7倍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10%里面。把它做出来。好，我现在绕现通过开放，本安尼个乡亲朋友是指来讲，你要对了解农田莫做农用，农啥也唔系农用，该放心，你都还有嘛个建议，再提出你们对农地现在盖满农舍的看法跟建议。请举手，是这位先哈，你好。我现在观察小农在种田的时候，其实可能一次的面积如果是5分6分地，已经可能这样的面积是越来越少见。可是水稻耕作其实它需要比较完整的区块，因为我们每次找代耕业者去打田或者插秧的时候，都是需要比较大面积的。那如果今天一块农地750坪盖下去之后，那可能它挡掉了原来田的路。对，然后那这样子可能还有日照问题。其实可能一块农地，它假设我们有一个5分地，可是它假如中间要盖农舍，其实可能不是只少了750坪的地，可能前后它都没有办法再耕作。所以我觉得这个破碎化的问题是会影响到水稻的耕作，是很影响。它不是只有农舍的面积消失，它还可能包括附近的耕地也会造成。那你实际观察在我们宜兰在地农舍，它的形式是怎么样？它吃掉的面积不只是单单它自己盖的那个房舍，好像它的水泥化、它的高墙、它产生的对这些稻作的遮荫。好像都有相关问题，你看到观察是什么？是这样没有错，就是说水稻田，因为有的时候农舍如果很高的话，它的阴影也会影响到水稻的生长。而且还有路，就是说今天盖农舍不是不需要路的，如果那个农舍是在田的中间，它一定要走别的路进去，那会影响到机器，还有影响到水稻的原来的状况。好，非常谢谢你。一栋一栋的房子长在田里面，它不单只是那一栋会造成影响，它彼此之间也要有串联，也有公共设施。公共设施的成本又增加了之外不讲，那它所造成的其实对整个农地的吞噬都是非常强的。还有乡亲朋友吗？这位大姐你好。厝已经太多了，伤济啊吼。拿2分半地来一间厝来讲啊吼。是。是不是春夏来我们可以种
也可以种稻子啊，会使种稻啊，佫会使种菜啊。啊，你若安尼来，好像也是蛮漂亮的，对不对？计划一下，啊，毋是整个拢甲囤喺石头啊，是囤迄弄迄个铺迄个草包啊，真的很可惜啦。我先请教一下我们副处长，其实农民跟我讲说，2分半的地是一块很美的地，因为它的完整性。他拿来种作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可是现在过去是5公顷以上才能买卖，现在2分半就可以做这样大量的腐烂的交易了哈。那刚刚乡亲都提到耕地的破碎化，那当然家庭废污水的排放，这对我们的都是直接冲击。我们县府看到这个问题以后要怎么样踩刹车？现在已经也会同建设处、还有地政处，还有相关的环保局，我们就定了一个查报取缔农舍的查报取缔的作业要点。那也就是说，在5年里面，我们去抽查一定比例的件，也就是我们用5年的平均值。比如说你刚刚讲1年700件，那5年也许就是3500件。那抽查那一定比例的，比如说10%或者是多少这样子，然后我们去抽，每年去抽。那抽了以后呢？那如果他确实有违规，那我们一定要求他改善。你比如说刚刚讲围墙啦，或是扩大填土啦，或者是整个的一个做其他的非农业使用等等这些。但是你们的人力做得来吗？好像这种案件大部分都是靠左邻右舍举报居多。检举的也有做，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也一定要去做。那那个比例上，当然人力是我们很大的负荷，可是这个事情。在未来其实也要去做一个管理的作为。副处长请教以后，农舍在取得建造之后，他们都有巧法可以变通，不论是扩建也好，或者变更其他做民宿也好，当然民宿有民宿的法在管啦。但是商人的头脑总是五花八门，可以想出各种的门道。针对这种农舍、农地，并没有它具有原本应该使用的目的的这种，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是可以相辅相成来稽查的？所谓的老农这个新建农舍来卖的这件事情已经慢慢有一点下降的一个趋势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从源头的管制上来讲，我们刚才我们康副处长也有提到，其实农舍的新建是要以照顾这个真正新建真正从事农业的农民为主。是。那所以我们会建议这个中央要再持续进行第2阶段的修法，就是针对于农民资格的这个事情，应该要比较严格的一个限制那依照现在的办法，他只要取得这块土地2年，他不管你有没有从事农作，你就可以盖。这是中央政策，像我们自己自治条例里面能够做到的强度是在因为这个是属于中央的法令，因为是属于农发条例里面的授权的部分。那中央的在地方的部分，只能在这样的一个授权里面去。看用什么样子的行政的方式，在不影响民众权益的情况之下，去做一些其他的刚才讲的，不管2次净化设施的一个处理等等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建议在这个农舍的一个新建上面我觉得应该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中央针对于农地新建农舍办法里面的农民资格的这个限制的审核的部分应该有一个比较严谨的这个定，而不是用一个比较消极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认定只是用2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好，非常谢谢县府2位副处长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回应这个问题真的到了要好好审慎思考的阶段了。你谢谢问下，杨皮哥转到你出面台会该讨论现场。大家嗰陣到出面台會嘅討論現場，你來到嚟宜蘭嘅染山鄉強下嚟討論，你嘅農地咧下到係咧東到嘅台通風安樣嘅現象，到底對你農業用屬為咗安泰嘅送回到破壞係嘛嘅咯？你哋下呢先過到機會開放俾你現場嘅農民朋友，讓遇到實際多多嘅問題講出來，我們先開放給現場。這位，我是覺得說，除了剛才前面有提到說，農舍農用或農地農用這樣的事情。縣政府或中央政府這邊應該有更嚴格的管制之外，我覺得農舍這件事情背後其實也反映很多人的農村夢啦。
他们想要居住在农村，包括我们自己是新的渔民，我们也想要住在农村。我们在这边耕作，我们当然需要住在这里。那我觉得政府可能是不是，尤其是县政府这边，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透过更积极的土地使用的规划的手段？是。刚才林老师有提到啊，就说这是一个低密度住宅区的想象嘛，那是不是干脆就承认有这个趋势，市场上有这个需求，那就在比如说在宜兰或罗东的周边，紧邻的这个都市，就开辟出这样的一个低密度住宅区。分区使用规划吗？对，就是你透过土地使用的分区的一个管制跟可能某一个特定区的规划，好让想要住在低密度住宅区的人，有个地方去，那他就不必要来这边，也惹了自己很多麻烦了。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像深沟村这样的聚落，本身它其实慢慢人去楼空啦。好，那这样子的聚落的空间，是不是有机会也是透过土地的重划，好让它有机会可以有一些新的居住空间出来？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好，非常谢谢这位先生。这些豪宅消费者是不是需要被教育？是不是需要被引导？当然，我们主管单位也非常的重要。还有用情培育，我们先开放给这位小姐好吗？我觉得农舍本来用这个名字的定义，你就知道是给农民居住的地方。可是现在的农舍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依据农发条例，它也规定是农舍应该是农民使用的。农用啊。那针对中央跟地方政府有没有办法去清楚的厘定说谁是农民？那农民，我相信农民如果真的要盖农舍，他一定想想看，如果他只有2分半地，他要当农民，他一定会把房子盖得最小，农地保留最多，因为那农地是他要生存的一个空间。对，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要去确保说农舍是农民来盖的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农地，因为像我们家也是务农的，就是老家是务农的。那2代其实我们的社会不太鼓励孩子就是务农，对，所以你会发现2代人都没有在务农。那他没有务农的状况底下，他就把土地都卖掉，那所以他看到每块土地是每坪的价格。那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更去思考说，那这个土地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在不破坏土地资源的状况下，创造更多的产值，然后可以有不同的利用。环境保护也是一种利用方式。那我们现在花那么多钱在做那个休耕补贴，那是不是有个生态补贴来取代休耕补贴？这些我觉得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农地不是不能卖，只是卖来你买来干嘛？对。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确保这件事情。好，非常谢谢你的发言。还有乡亲朋友吗？这位先生你好。我觉得在农地农用这一块，另外还有一个需要特别去注意的是说，其实必须确保说所谓的农地农用之后，并不是把农地的价值贬低，就是说好像一副就是你以后这块农地你就只能农用，所以你就是没有价值。对，那农民就觉得好心慌。对，那就很奇怪。那你有钱人可以来盖房子，然后农夫就一直守着一块好像没有什么价值的土地。所以你觉得思维应该是要？我认为或许是说，例如说要来盖房子的这些有钱人，他其实是需要支付一些代价来维护这些农地的价值。例如说他是跟这个农地买所谓的建蔽或什么产权转移之类的东西，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就是你有这个需求，所以你需要付出代价来保有农村的状态。对，就是这个部分，我是认为是农舍需要所谓的豪华农舍需要额外支付的代价。是，所以技术上应该要设计一下哈。是。好，谢谢这位先生。我看到还有乡亲朋友要发言，我们先给这位小姐好吗？我今年在深沟村这边务农已经是第3年了。那农舍林立，其实除了破坏生产环境之外，其实还间接提升了这边的农地价格。那这边的农地价格现在也是以坪为单位在贩售，而不是以1分。那我本身是种水稻的，那我不可能只买1分2分种田，我可能需要几甲的面积。那以现在的农地的价格，我根本买不起。然后，所以我现在耕种的方式是用租地的。那租地就对我来说非常不保障。那这个地可能今年可以做，那明年搞不好地主收回去盖房子也有可能。那我变成说是这农村里面的游牧民族，就是哪边可以种我去哪边。可是这对农民来说是很不保障，因为我必须在同一块耕地上持续的耕作，然后
特别我不用农药化肥跟碘，所以改良土质或者说周边的环境整理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对，那这样的耕种方式对我来说非常不保障。那所以想要请问，就是地方政府有没有对于这样游牧民族式的农民有没有什么配套措施可以帮忙处理一下？谢谢。好，非常感谢。我看到还有乡亲朋友举手，不过我们先就刚刚4位乡亲朋友提出问题，我们先做回应，待会儿还会继续开放。我先问题请教我们的康副处长哦，刚刚农民其实他提到都是最关键第一现场的观察，你的回应分区规划使用，这有没有可能？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概念啦哈。那比如说现在像特定农业区里面的，那已经经过重划的，那也许在整个配置上面，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严格的限制，就是说它不退缩的问题，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区块里面必须集中在这个区块里面去做一些新建。我想这个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县府也要规划吗？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比如说刚刚讲的我们要鼓励生产的时候，那也许划这个农业经营专区或是有机专区，那这个我们也去做了冲撞，就是说我们定一个有机发展的促进的一个自治条例，当然现在还在议会里面，那这一期他没有审。那不过像这样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奖励方式，那也可以一个限制方式，也许他可以去让我们的农民他可以安心的从农，那农地的部分他就会减少他去做交易。我想农地的炒作绝对是因为它的生产价值低于它的整个农地的一个买卖的价值。这是一个农业专区的概念啊。不过对那些豪宅消费者，他们也需要教育跟引导。我们就其实可以规划一些适合适地适种嘛，适地适住。如果一些适合的区域，由我们主导性的来设计来规划，甚至加上文宣的效果，就把他们引导到那边去啊。对，这个其实是可以透过我们宜兰县的总体规划跟区域计划是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也有在去做这样的一个思维啦哈。那但是这个部分里面必须要去做一个目前都还在规划当中，那做一定比例的公告这样子。对，林老师，你的建言呢？这个问题其实基本上有2个面向了，一个面向就是说假使农地要农用的话，那最好是要集村，这是第一个最好要集村专区，对，集村。那么但是现在它是散村的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假定台北市的有一些人要住别墅，那他要去住的是别墅区，而不是农业区，基本上是这2件事。那么这2件事呢，都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哈。那个集村但是我觉得我们到了面对的时候了，对，因为你不面对它，那么它这个永久耕地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是非常困难哈。那它的困难的核心在哪里？在于现在的每一块农地的地主，他除了各位是真正是务农的，其他人他假使不积极务农呢，他就不知不觉中就把自己的那块农地看成房地产。还是被教育，很容易吧，因为价格这么高。对，所以当我们要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于这些已经把自己的农地看成房地产的农民呢，就会产生了一个补偿的问题，就是说，那你以后不准再盖农舍，或者是要集村等等，它又产生了补偿的问题，所以就有人讲到说，那要发展权去购买他们的发展权。那这件事情呢，大致不拖这个方向，但是我觉得现在要真正进入具体的政策，细部的规划，那到底要怎么花钱，怎么买这个发展权，到底要花多少钱买？但是明确的一件事是这样，现况大家所期望的任何一块土地的地价，要去购买那个发展权啊，那会非常的昂贵。我再请教一下，如果从我们水利会，其实刚刚诸位专家还有我们的乡亲都提到哦，这个对于这个怀抱着想要当回陶渊明的那些权贵富豪，想要来到乡村开始发展他的田园梦，这个田园诗要真正落实到现场，让他们知道其实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们有起到一些教育的功能，告诉他们实际来这边生活跟来这边务农的状况跟他们想象不一样。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些农村的公约？或者一些什么形式，让包括奸商也好、中介商也好，包括这些买地的这些地主也好，能够有一个再教育的机会啊，这是我们想过的吗？
农地农用这个观念哈，在实际耕作的人，他可能会了解，但是单纯来买农舍，想要享受，想要在这边过这个很高级生活的人，可能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到了哈。种田的人希望说，我是很单纯可以享受到让农作物可以享受到充足的阳光，把多余的水分排出去，需要用水的时候，水利提供干净的水给我哈。这个好像感觉跟外来人口好像有一点很大的抵触，很冲突很大。是，老师，你刚刚说其实这个是很难，你刚刚跟我强调说这个很难哦。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可以？我倒是蛮赞成，以后要买农地到县政府去上一堂课，要买之前先上个课，说农用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他要来说，哎，林生峰你宜兰的很熟啊，你能帮我找一块地啊？我跟他讲说哈。宜兰很多地方买一块地哈，蛇会跑到院子里去。他光听到这个他就不买了。蛇虫鼠蚁可多了呢哈。但他连其他他都不知道，他光听到蛇他就不买了。所以我觉得，那我们要坚持说进来就是真的要农用。是。假使你真的要剩下90%要农用的话，那依据现行法规我们还不准不卖它了啊，你还不准找他麻烦。但是说好。农用的规定是这样，这叫农用。假使不农用会被取缔，取缔的罚款是什么？那我觉得我们这部分假使真正落实的话，至少会打掉一大半人的这种空洞的梦想。是，好，谢谢。好，我们的乡亲朋友听到我们的来宾做回应之后，有没有刚刚其实还有问题要提出来的？我们先把机会开放给那个大哥。刚才咱拄嘛有讲到，有人提到讲什么假农舍，咱县政府嘛有讲，农舍是经过去发酵起的，一定无假农舍。有假农民，无假农舍啦，对不？可是要做什么使用，还有它的规格合不合呢？这个规格今日错误的，不是起农社人唔对，应该县政府真清楚，是顶县的政策唔对。今日是安那，阮这的农社会发展间呢？是。当然，阮农村你搞啥？就这老岁人无啥厝啊。现在台北发展啊，当然现在你台北买厝啥买无？无啥买嘛。所以。都是爱老岁啊，才来换人卖起农社来卖人来买，伊去台北买厝嘛。所以讲以后春笋台北来这买厝多。这个农舍的问题是这样啦，这位先生，刚刚老师讲这个是于法有据，现在是合法的啦，没有不让你盖，只是说接下来如果问题越来越严重，70到耕地的时候怎么办呢？哈，问题还是回归在这边。这要看政府安怎做。好的。咱拄仔农田主任讲污水，因为污水安那标准我唔知啦。养猪户的水嘛是排伫大沟内，搁过小沟再来灌溉啊。阮就甲伊讲，迄讲养猪户的水有肥啦，迄唔是污染啦。咱厝的水出去，伊即摆讲的是西分区的水，还是雨水，是咱发本厝的水。因讲污染的水到底是种是标准的，因来提出来。咱这农民要去农社要进行打牌的，人才清楚。这位大哥提到哈，其实家庭废污水排出来，它到底对农业的生长环境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我想这些都可以透过一些科学方法去验证的哈，倒不是透过想象就知道，觉得说它没有什么太大污染，它只是不注意啊，是配水呀，很安用吗？了请去还有讨论哈。好，我刚刚开放还有一个小姐哈，你好。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清楚哈。当一块农田盖成房子之后，它是不可逆的变化，它不可能再回来了。那农地的消失，一个国家的可耕地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增加的资源，不可能再恢复。那因此整个社会，如果我们去思考，我们现在的经济的发展，它是不是一个泡沫？然后未来当我们面对粮食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哪里去？是，那小姐，你站在现在这个时点上，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的未来需要的是耕地，需要的是粮食自给？因为现在各种资源都有一天会耗尽的时候，你现在观察到的是什么？你可以跟我们说吗？我觉得现在是因为石油还很多哈，所以很多外来的资源我们觉得很容易。但是事实上呢，土地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急着开发，它应该会有更多的价值。好，谢谢你的意见，小姐。这位乡亲提到了真正老人家的古早智慧哈，有土是有财，留着吧，不用那么着急的想要处理它，留着以后后福无穷。好像还有乡亲朋友要发言，我们先开放给这位大哥，再给你好吗？阮盐山乡是安那农舍特别济，伊是属于水源地。水源地。逐个建商也是逐个要来遮居住的人嘛，看地势。因为壮围的土地，还是沿海的土地，嘛无人要起农舍。
所以伊个农舍数量都袂增加。伊咱遮是安那，人讲骹脚有肥啊，哪侪人大个位，就讲我遮足侪人起个，一定来遮大已经环境足好个，一定无问题。所以讲这点就是讲，哪侪人起个时阵哪增加啦。所以政府嘛无法度去尔控制讲，你就袂使来银山起，你就去种伊去嘛，无可能啊，因拢是共款。所以讲遮个水是浮流水，遮个废水出来就是流起来，流原市的，流到种围去，其实种围迄边的搞拢乌乌啊啦。你说壮围乡那边流出去的水都是这边流下去的，这边的水是很亲近的。壮围有没有在耕田？壮围传统济，农舍拢无人要去，生意人还去买。所以讲这是。结果他却受到这些废污水的毒害，因为那边种的田也很多啊，可是他灌溉的水是家庭废污水的水。其实壮围迄边的水是拢阮圆山甲三星面流倒起来啦，所以讲阮这废水你看无啦，就是拢全流掉啦。流就是伫壮围所以讲嘛，这个法令就是安尼嘛，无法度讲圆山乡的这个农事会拿少啊，一定我看是会拿济的。谢谢，语重心长。好，我们在开放，刚还有举手大哥吗？你好。咱的政府的政策唔对啦，我即摆第一点讲水利会，什么排水会使排，灌溉袂使排。我请教水利会，你头前去条8米的路，你甲排只路中甲排道路管的水排落去。废水拢把你排好势，无管你什么废水、什么埋水，要起厝会什么水你嘛甲排，你要路过去，你政府就是爱替农民处理代志，叫做政府啊，是毋是安尼？像讲我跟王水你讲，阮遮水拢灌甲你挡位咧，挡位就淹水啊，啥物起厝？深沟三关讲遮就地质上好，我咧做生意，大把人台嘛找我，讲遮目标上好。你是说灌溉的渠道本来就不能够排放家庭废污水？对，你大马路中间好像水，咱水利会共款啦，咱迄个水道水啊，排你下底落，废水拢直到排你灌溉落，你唔能免来讲什么排水才会使排啦，灌溉袂使排，安尼问题就对啦。政策就是唔对。政策方面，政策唔对。好。谢谢你的发言，我们再把机会开放给其他乡亲好不好？谢谢。好，我们再开放。其实大多数怀抱田园梦，包括我自己本身，在当年还没有回来种田之前，我想那样的一个想象，到后来真正投入农业，住在这个地方，其实面对的现实很多是不同的。但是我自己本身还不错，是说我自己太太本身是在地人，所以我可以从她身上会有一些讯息，然后有一些人脉关系，然后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意见，你会去澄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外地人来说，几乎唯一的讯息管道就是不动产中介业。那你可以想象，不动产中介业只会讲一种话，就是你尽量买更贵的土地。舌灿莲花的讲个不停呢，因为他就只有一套说法，他只有一种做生意的管道，他不会告诉你说这里会淹水，不要买，盖房子不好，他一定会告诉你这很久才淹一次。但是我回想到我以前在日本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当时我在台湾是有开车，我到日本去没有办法，他不承认我们的政府，当年我必须重新考驾照。考完驾照之后，我大概去考了10次，他不太相信中华民国政府发的驾照。我考了10次驾照他让我好换照。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包括日本人也好，台湾人也好，为了要拿那一张驾照上马路，他有一个大概1个多小时的那个解说时间。发照之前，一个教官上台，恭喜大家今天拿到驾驶执照了。但是你们要是好好开，这是你们人生开始自由的工具。如果你不好好开，你明天出去就是杀人工具。哎呦，我想他讲话怎么这么严重？后来他开始放录影带给我们看，我才发现他一直分析你开车上路太晚太累，下雨天不要开快车，加速度要慢等等。上完那个课之后，每一个刚开始进来领驾照，每一个年轻人都哇笑头笑面，我考到驾驶啊！刚刚这一个震撼教育上完，拿那一张驾照出去，每一个人都哎呦，开车好好开，不要乱开，会害人害己。我觉得这种事情在日本他做得很简单，但是在台湾，如果这样真的上一堂课，真的很多人不知道住农舍跟想的不一样。是，谢谢。
不要只是单纯的天真的快乐着哈，实际上透过震撼教育，你要对整个环境负责的那种概念是要经过血的认证，你要必须好好知道认识的哈。好，整理刚刚乡亲们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我们现在就请台上来宾一一回应，并且做今天结论。我先把问题交给我们的水利会。据照统计哦，全台湾大概有9000多的这个农舍，9000多栋的农舍，大概有占6000多栋，2/3以上哦，都是要透过搭排在水利会。所以也就是说，农舍的排水说起来是我们水利会的管理大户、搭排大户啦，当然就是我们的管理重点。刚刚乡亲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灌排分离，这真的本来就是不合用的，这个有没有做过检讨？农会有法令规定就是灌溉农田水利灌溉排水管理要点第21条有规定说，灌溉专用渠道绝对禁止排放废污水。水利会就根据这个法令来执行搭排的业务。这是很明确的规定。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灌溉专用渠道绝对禁止搭排。所以说水利会要求说搭排的部分一定要在排水渠道，而且29条有规定说一定要适当处理排入介入的水体一定要适当处理，符合灌溉用水标准。刚才张先生有提到说，畜牧业，我想畜牧业水利会也在向农会反映说，应该要专管排放。最好的目的当然是成立畜牧专区嘛，哈，把所有的畜牧业、养猪业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问题是目前可能还有执行上的困难。宜兰县我听说要用到东澳那边嘛，后来好像这个案子也无疾而终了哈。能够成立专区，就像说我们农业生产区就农业生产，生活区就生活区，畜牧区就畜牧区，这个是最好的，也是我想也是农业耕作者希望的了哈。啊，我就回应乡亲这几个意见，谢谢。好，那我交给我们建设处的副处长，乡亲们的问题还有你今天的回应跟结论。有关于农舍的新建的部分哈，那建设处这边还是就认为说，其实新建农舍是以照顾农民为主的这样子一个概念来在立法的一个精神哈，所以我想怎么样照顾农民，可以依照这个生产的一个需求，可以来做这样的新建农舍，那同时又不破坏农地的部分，我想应该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原则。那第一阶段的修法，其实我们已经这个促请中央哈中央也这个顺应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哈，然后已经第一阶段修法完成。我想接下来我们应该再积极来推动第二阶段的修法哈，让整个法制化的部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哈，然后同时来推动刚才讲的所谓的土地同性的一个规划，来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考量。是法制化的滚动式的检讨，整体的提升，这都是现在相当重要的关键工作。问题我们请教副处长，刚刚我们农民也提到，像他们这种油耕农民非常现在找农地来耕作非常辛苦，可是这一个一个的人，一颗一颗的小苗，都是将来农业永续的希望。这方面的保障，还有今天的结论跟回应。是，我想其实农舍基本上种那么多，但是整个到底有在居住的。是有实际上在这边周边生产的那个部分里面，看起来都是刚刚讲的，大部分有些都是从台北人来这边纯粹是度假用的，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也对宜兰的整个环境里面，我们必须要去再做更强而有力的守护哈。所以未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想从刚刚讲的管理面里面，如何释出更多刚刚讲的，其实环境保全，那透过生态补贴的概念里面去做一些补偿的概念里面去做一些思考哈。想法都有了哈，对对对。那第二个就是说，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在农地这些做不到农地的时候，那其实其实上次也有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哦。那我们也透过河川局，那现在河川局也愿意来河川地里面释出来，然后由我们县政府来管理。那未来也可以让小农，比如说在五节南洋大桥跟 YLY 中间这一块，那某一些区块，或是在三星这一块，有某一些区块可以让小农来做实际的耕作，让农业不至于在这个部分里面做了更多的萎缩哈。我想这个部分我补充说明一下，谢谢。谢谢。保全环境，永续农业。最后把时间交给我们林老师。刚刚我们有几位乡亲的发言哈，各位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目前的农发条例哈，其实是鼓励离农条例，对不对？因为很多我们的这个手上拥有农地的，他们的想象是说把这个农地给卖了，好，然后卖给都市人，然后他能够赚到钱，让自己的小孩子可以在台北买土地。
那这个就是离农条例不是吗？所以目前这个农法条例不赶快去重新再修法，那我们农业就没有未来了。很可怕的一件事啊。很可怕的一件事。第二件事很简单，刚刚在讲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农舍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是盖房子的好地方。好，那它同时也是做农业的好地方啊，它是做农业的好地方跟盖房子的好地方，那这是典型的区域规划的问题。假定我们很清楚说这个地方应该把它变成一个都市，也可以。那假定我们经过仔细的考量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农村，也可以。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仔细的去规划。那刚刚很多先进讲说这所谓的这个农业专用区啊，假定它是农业专用区，它就不应该再这样盖农舍下去，要停下来。假定最后说经过很仔细的规划说这里原来是宜兰最棒的都市计划区，那就变成都市计划。我们要想清楚要什么。对，但是不能够在目前这样子打烂仗，然后农舍一直涨，然后有时候再推动农业等等，这样是说不通的。好，副总感谢是为了并走改复引到结论哦。一个政策的执行已经走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看到的各种问题，真的到了现在检讨的阶段了，是不是？该踩刹车，该修正，该改进，该停止，该成长。基本副总感谢大家收看出面台府该讨论哦，也祝福大家，感谢大家，愿你再复议。谢谢大家，谢谢。嗯。